好，咁我哋啱先講完 CEPA 啦，咁去到下一個位咧，就講緊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就係講緊咁除咗 CEPA 以外，咁我哋香港同埋中國之間嘅經濟關係又係點樣咧？咁同樣咧都係有3個 point 啦。第一個你記得啊，香港咧係中國大陸重要嘅貿易夥伴，點解啊？It's an important trade partner，trading partner 貿易夥伴。點解啊？因為我哋香港好近中國，咁所以我哋進行一啲買賣啊，咁其實我哋通常都會送貨上去中國，中國亦都會送貨落嚟嘅。咁同時啦，香港咧係一個 important interport，就係講一啲轉口港，係一個重要嘅轉口港。Between mainland and foreign country， 其實就係講緊我哋啱先之前有講嘅，就係香港作為一個踏腳石啦，咁就一個外國嘅公司 a foreign country 啦，外國咁去到 China 就會互相送貨，咁香港咧就係一個轉口港，所以你見到咩青衣貨櫃碼頭咧咁多貨咧，一係就運翻去中國，一係咧就中國擺啲貨喺香港，香港再運翻出去就係咁樣啦。好，咁第二個啦。第二個 point 咧就係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are major source of direct investment， 直接投資。咁咩係直接投資咧？其實咧例如就係譬如係喺香港大陸在香港設廠啦，係咪？在香港成立公司。例如可能係泰爾酸菜魚啊等等，咁而且咧，其實我哋香港咧，其實都幾多人去大陸嗰度成立公司㗎。例如我哋湖中咧，咁其實有一個你湖中已經有一個師兄師姐啊，都有一段年紀㗎啦，都去咗大陸設廠，而且個規模都幾大嘅咁樣。咁而所以就係中國同埋香港咧之間，佢都係有好多直接嘅投資。咁而第四個啦，就喺香港咧會 as a funding centre of the mainland， 就係講緊集資中心。咩叫做集資中心咧？就係講緊咧，其實中國咧嘅公司咧係會在香港上市嘅。咁我哋話集資嘅方法係點樣咧？其實都係得嗰兩種，一係咧就用股票啦，用 stock 啦，一係咧就用 bond 就係債券啦。OK， 一個就係 bond，一個就係 stock。咁有時點解我哋例如有邊啲中國嘅公司會嚟香港度上市啊？例如中國建設銀行啦，係咪？中國建設銀行，或者咧？例如可能農夫山泉咧，其實都有嚟香港上市嘅。咁點解會嚟香港上市咧？因為我哋香港就係一個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咁有時候咧喺香港上市咧，其實唔單止係中國會嚟香港上市，一啲外國嘅企業咧，其實都會嚟香港上市㗎。喺香港上市有咩着數咧？就係其實你喺香港上市就會吸引到無論係中國嘅 investor 啊、中國嘅投資者啊，或者 foreign investor 一啲外國嘅投資者咧，其實都會嚟到我哋香港去做投資，都會喺香港呢一個位，香港嘅一啲交易所去買賣股票㗎。咁例如點解唔喺中國上市啊？因為好似我哋之前咁講啦，中國有一套自己嘅法律制度啦，所以外國肯唔肯直接去香港唔係直接去中國做買股票或者做投資嘅一個動作咧，就會比較少咯，係啦。而且你知道我哋啱先有講啦，香港係其實係唔會收稅㗎嘛，而且稅率好低㗎嘛。咁所以你買股票啊都需要俾稅，咁係個稅率都好低，所以其實係方便中國嘅公司去集資咯，亦都方便一啲投資者去買香港上市公司嘅股票，係啦，因為嗰個手續費其實好低。就係咁樣，咁但係咧最緊要咧就係最下邊嗰兩個啦。你記得咧緊記啊，呢兩個咧都係錯㗎。第一就係香港係 not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mainland China。嗱，你知道咧，其實中國大陸最重要係 largest 係最重要啊嘛，或者最大嘅貿易夥伴咧唔係香港係美國，得唔得？咁但係同時喎，
Mainland China 咧係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咧 of Hong Kong。所以你記得啦，就喺下面寫低啦。中國主要出入口嘅地方咧係美國啊，出入口係來自美國。咁但係咧好吊詭嘅就係咧，其實我哋香港咧主要出入口嘅地方咧，其實係來自中國。好，咁咧，其實考試嘅時候嗱，雖然我哋上面就講到話香港對於中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貿易夥伴啦，但係重要極咧，其實都唔夠美國重要。所以咧，你可以咧喺隔離畫幅圖畫3個人啦。最左邊咧就係 US 啦，中間嗰個咧就係 China。其實咧中國同埋US 咧係互相都心心眼嘅。互相都中意對方，因為佢哋都係對於大家嚟講都係好重要。咁我哋香港咧係一廂情願覺得中國咧係中意中國嘅 ，OK 係對於中國對於香港嚟講係就係咁重要嘅啫。咁但係香港對於中國嚟講咧並不是那麼重要所以咧要知道中國同埋美國咧係互相相愛，喺兩個咧都對大家係最重要。咁但係我哋香港咧只不過係過得中國係好重要，但係喺中國嘅心目中咧，我哋又未必係咁重要嘅。OK，所以就係咁樣。所以你記得美國對中國好重要，但係中國對香港係好重要。OK，所以就係你要知道喺中國嘅立場，其實最大嗰個受益者咧，同埋最大嘅交易夥伴係美國咯。OK，咁但係對於我哋香港嚟講，我哋香港即係中國喺我哋心目中好重要，但係喺中國嘅角度，我哋香港唔係真係咁重要。好，第二個就係你記得咧，即使我哋同埋中國有幾 friend 都好咧，中國咧係唔會ensure free flow of capital 啦，或者一啲嘅 information 嘅。嗱，你記得 free flow 又係啦 ，free flow 嘅意思係自由流通啊嘛。capital 就係講緊資金啦，點解唔俾資金自由進出啊？其實我哋啱先都之前有講啦，例如咧，你想喺中國咧一次嗰個一 million 啦，或者1億啦，或者100 million 啦，如果你想中國嘅大陸中國嘅人民啦，想直接將佢中國嘅戶口過100萬嚟香港得唔得咧？呢樣情況係唔允許㗎所以有 capital 一啲資金上面嘅自由進出咧，其實係唔 guarantee 嘅。咁而 information 其實更加係啦，係咪？如果中國人使乜翻牆啫，係咪？咁所以 information 就都唔會係自由流通。咁所以你記得中國咧係唔俾資金自由流通啦，而且都唔會俾資訊自由流通。咁講完呢一度咧，咁我哋可以見去2017年嘅第6條做下啦。咁咧其實唔單止係2017年，其實你見到2020年打後啦，都有好多呢一類嘅題目，因為我都成日強調中國同埋香港之間嘅關係。好，今日俾3分鐘俾大家做下啦，3秒俾大家做下，咁 pause 低佢啦。好，3、2、1。好，咁呢一條咧其實有54% 人啱，所以見到咧其實出面啲人咧都渣渣地嘅，因為佢呢啲其實都唔係好難嘅題目，但係其實你竟然會唔識。第一個啦就係 Hong Kong is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Mainland， 即係對香港咧係一個最大嘅貿易夥伴 of the Mainland， 即係中國係香港係中國入邊最大嘅貿易夥伴，咁呢個係錯啦，係咪？咁所以1係錯。咁其實你就會圈到 C 嘅咯喎，咁所以你要知道 US 先係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Mainland 啦。咁第二個啦就係 in terms of the value of goods，the Mainland is the largest re-export destination， 一個嘅終點啦，或者地點啦，終點地點或者叫做終點啦，終點應該啱啲嘅，係啦。of Hong Kong，因為記得係嘅，因為你要記得啦對於香港嚟講咧。中國咧係我哋最重要㗎，中國是最重要。咁所以咧，佢話到 largest 其實冇錯㗎。我哋香港最主要嘅轉口地點咧，其實真係喺中國嘅。OK， 最主要我哋轉口嘅
貨物咧最後都會去到中國。咁第三個啦 ，the many goods originating 即係喺香港生產 export to the mainland are tariff free。咁其實呢個係之前嗰個概念，就係其實我哋香港一啲香港生產嘅物品啦，其實運送去呢個中國大陸咧，其實係唔使俾任何嘅關稅，係 tariff free 嘅。咁所以二三都係啱。咁所以54% 人啱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係雖然唔使背晒任何唔使真係背晒成課書㗎，你知道入邊嘅一啲意思咧，其實你記得，你都係做題目嘅時候回憶起咧，咁其實已經對於你拎 level 4、level 5其實都已經綽綽有餘㗎啦。所以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就係踏入呢一課嘅內容啦。好。